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中山單車遊。而家踏入11月份，嚟到稻田收割嘅季節。稻田收割嘅時間主要分咗兩個地區。喺北方地區，通常10月份就已經收割完畢，因為要迎接寒冷嘅天氣。咁我哋南方地區就會喺11月份收割。一大片金黃色嘅畫面係非常燦爛。中山其實有好多地方都可以睇到金黃色嘅稻田，每個地方都各有特色。今日踩單車去中山橋頭村，入邊有一間咖啡店。咖啡店個特點係直接連接外面嘅稻田，形成一種好舒服、好悠閒、好治愈嘅心情啊！其實呢間咖啡店1年前我已經係去過㗎喇。中山單車遊第84集，當時去嗰陣並唔係收割嘅季節，係插秧播種嘅時間，一大片綠油油嘅畫面，都係舒服同悠閒。隔咗成年時間，咁我呢排就回顧返自己嘅單車影片，終於記得應該要拍返一集稻田收割金黃色嘅畫面，分享俾大家。橋頭村個位置喺中山三鄉，咁而家就去前面華發商都同一個朋友集合先。集合完畢之後，就繼續出發。由華發商都踩過去三鄉橋頭村，路程大約20公里。好啊，前面啦，係。OK。話咁快就踩咗20公里，入到嚟三鄉。三鄉橋頭啊，喺入邊嘅啦。入到嚟橋頭村之後，好快第一個畫面，右手面就已經見到金黃色稻田嘅壁畫。喺地圖睇橋頭村背後有一幅綠色嘅景象，就係稻田啊！可以睇到稻田嗰個範圍係非常之大。咁而家就踩咗去睇稻田先，之後再去咖啡店。就喺呢度啦，畫面而家可以睇到一大片金黃色嘅稻田，係非常之靚啊！現場非常之熱鬧啊！見到好多大人小朋友都一齊享受呢一片稻田嘅風景。
咁而家就去咖啡店飲杯咖啡，去享受呢一段悠閒嘅時光。就喺呢度啦。今日總路程踩咗63公里，橋頭村來回43公里，咁我自己就練習咗20公里。今日去到橋頭村，氣氛都好好啊，可以見到大人小朋友都一齊享受呢一片稻田嘅美景。幸福其實就係好簡單㗎喇。咁我作為喺城市生活工作嘅人，偶然一定要抽啲時間過嚟呢啲地方輕鬆放鬆一下，喺呢度飲杯咖啡，放低手機，望住稻田，思想放鬆，放低平時工作嘅壓力，都係一種生活嘅享受。最後咖啡店再加稻田嘅環境，我係俾100分，但係今次我自己影出嚟稻田嗰個景象，我只係俾50分。首先天空要少雲，之後仲要太陽個配合，喺日落時分照射橙紅色嘅畫面落去金黃色嘅稻田，去造成一個燦爛嘅景象。好可惜今日個天非常多雲啊，咁就影響咗黃金稻田出嚟嗰個分數。今日踩單車去橋頭村飲咖啡欣賞稻田就到呢度結束啦，下次踩單車再見。